阳光洒落，照映着门口显眼的葫芦艺术品。廊檐下一整排葫芦吊挂，与灵山云雾交融。随风摇摆，高雄山林拥有葫芦之乡美名。艺术馆里上百件作品精心雕琢，长柄状葫芦刻的是念奴娇、赤壁怀古，行草书法细致呈现，意境深远。创作在葫芦上面，不仅要写，写完还要刻，所以他考验了2个功力，一个书写的功力，一个还雕刻的技法。葫芦之美完整呈现，还有以客家花布为主题，一朵朵牡丹交错，别具风情。结合在葫芦上面，然后加上艺术创作的话，它可能让很多人接受的时候又有不同的体会。因为葫芦与福禄的谐音相同，象征吉祥福气、子孙万代。感受葫芦魅力，让留美硕士何明贤回到故乡，推广葫芦文化。收天收别国，洗面洗面国，你的意思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说我们做事情不要大而化之，要注意到细微末节的地方。客家谚语的彩绘葫芦充满浓浓情怀，一笔一画素描图腾，经过晒干的葫芦像是美丽发现，准备赋予新生命。每下一刀，葫芦上的花纹就更清楚。不一会儿，葫芦化身为一盏美丽夜灯，照映光芒。那我们先用烙铁画线条，画完染色。导览讲解，营造出魅力的山林乡，让游客远道而来。山林乡除了特产葫芦，往前走的木子村白水泉瀑布也是著名景点。冲刷而下的瀑布激起大片水花，山壁上方凿出的口让溪水有了泄流的河道。这条水流落是白，所以阮这名称叫白水泉瀑布。这条溪本体不是住的。阵阵凉风，感觉格外舒适。这趟旅程从国道3号燕巢交流道下来，沿着国道10号到终点旗山，接台21线往甲仙，就是葫芦之乡山林。再从月梅桥接茄东巷，抵达白水泉瀑布。周休假期来到山林，静静的感受属于这里的浪漫。葫芦随风摇曳，七彩缤纷，笑纳福禄人生。泉水倾泻而下，涓滴珍贵，感受沁凉写意。一趟幸福之旅，构筑感动时刻。